我先到，哈哈。来我永春面加卵吧，我是慢一点，永春面加卵对。不错，多谢，嘿嘿。因为在做足侪我家料理，邱老师做差不多的物件，然后该熟悉的物件。哦，是吗？我咧笑。啊，恁今日咱去外遐食物啊？因为这位先生调到暗班啊。安尼也出辛苦的呢，袂啊，对无？是啊，过时阵好，阮兜男友足坚强的，哈哈。对啊，张头家咧，咱最近拢无看到伊，伊要去出差啊，物件需要出差嘛？袂嘛，是去看另外条支队吗？对，啊对，是啊。哎呀，我叫你来，你嘛豆豆食，好。对啊，是这关于游行的代志，啊什么？伊也未放弃要参加，啥物游行啊？我袂记啊，就是之前摕过迄个，因就伊决定后个月爱进行行动啊，啥物拢准备好啊，有惊人冬天人无够济，我也是想要去，我感觉伊的诉求最重要，也伊会当广告出济，会当讲一下伊的诉求是，伊是要哦，伊是要实行全民基本收入啊。种会当确保所有人拢有基本的生活费的制度，我之前有甲伊讲过，应该会记。所以是互政府分支互所有人，
着，但是又袂分，伊是会每一个人分一个固定的金额。即个依据国内物价水准去制定出一个统一的数字，确保所有人领到这条钱以后会当三顿温饱，有所在大安尼。所以你即马对这个有兴趣吗？风目睭拢发亮啊！讲到即种社会议题，伊做是足热衷的。有啊，你敢应该讲一个超博关于超博啊。毋过嘛袂当讲伤久，就是直接你问我问题好，来吧，问我。iPhone 赚钱的话，钱为倒位来？首先应该停掉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社会福利，然后是对富人加征平等的税，尤其是针对即马遮的基型企业，有一人可袂同意嘛，所以才爱透过人民向政府施压。可以由政府制定规范，这就是为什么游行这重要，是不一定有效，但是当凝聚民意啊。我都感觉差不多，拢是咧剥夺优势群体的资源。对啊，安尼啊，好吧，就想法有一寡无共嘛。你还个想要问啥物咯？我差不多了解，好了。来讲一说明我听，你，为什么？我感觉你甲平常好无共款，知影嘛是，总感觉你都会怪怪。靠腰，好吧，好吧，回到我一开始讲，总之我是想去参加这个游戏，太危险了，真是不够等下。我知影你爱讲太危险，所以袂使。我即个因是有通过政府许可，才要上架，是亲像一开始安尼通过许可，已经足侪档无过街头游行吧。好，那有通过许可的话，就不算控金啊，嘛袂有啥物成本，安尼你愿意我去啊？要是敢危险的所在，一袂说伊就失控。好啊，这个是足有意义，安尼真正，你是会反悔？无啊，我真正支持你去啊！你真正怪怪的大事这，不过即摆我都无计较啊，也就欢喜。我还以为咱可以讲到，但我无看快，然后你还是无想要我去，毕竟之前拢会有一点小弯嘛，你看起来真正足欢喜。因为我一开始就不该做这风，虽然逐摆主要拢是帮你讲气话，你只会坐伫遐无讲话是闷气哈。不过真正要去哦，那我嘛爱去啊。当然，不过我参加，我话我当介绍我一群朋友互你熟悉，因拢足好奇你啥物款。啊，不过你应该袂介意这种场合吧？我操，袂啊，加熟悉一寡人嘛。好啊，大细既然想要熟悉更较侪人，你这发言甲之前有啥相似嘛？不过即摆这个版本的你比较好就是啊，哈哈哈。之前迄个伊受因定啊，对别人拢足冷漠。不过你毋通真正变甲受外向哦，倒是这爱保持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哦，嘻嘻，还较嘻嘻的。哈哈，我是嘛想要讲一寡骂骂的话嘛，时间嘛差不多，咱该走，看看，即摆去坐车差不多，OK， 咱走啊，好，后摆过来，无问题，拜拜，行吧，去做文章，这个做文章，有想要做文章。米奇米，好，这样子条啊，八百个，再扣嘞。You are free now 啊！万强新地好吃苦。咱小看等者嘛，后一班公司专车就要到。对，我
带的新的车，我是去一撮总公司，知影，莫收收啊，或者是去谈一寡事情，最近就会等下肃静啦，但是咱做伙等去做。是这，咱徛过来一个。一两个人，后壁一个人怪怪哦。安怎？这个是安克实验室的人，安克实验室，安克实验室。既然你即摆要去万强做头路啊，我就爱提醒你一下，爱注意任何安克的人啦，因为因负责万强所有上先进的技术研发，所以上好莫挖紧。万强对所有技术的保护，可是到上新内功的程度啊。所有的安克成员成员拢是无公开的资讯，而且因每一个人拢必须带伫万强提供的研究设施内底，所以像今仔安尼伫外口拄着伊，连我嘛无拄过几届。搁像安尼等到因人做无就无。这其实是一种警告所有人莫凊彩甲因讲啊，你看学生们就安尼去，然后讲之前才有人因为甲安康诶讲工课人员对话超过5分钟，都完全身家调查咧。后来敢若方便理解也好讲，所以我上爱撇开这个事啊。我车来行吧。我这边，哦，出来有名，啊，哦，告诉我，运动员，我确定。哦，安尼啊，小明莫分，再拣一个物件。我来行过，我咧行过来，啊，昨仔最后我甲伊唱故事报备，最后找组长的经理，应该是找组长。这个袂当去迄边。这样我讲一下这个。给他清澈色色的。伊就会较紧。无咧管迄无重要的人的对话啊，除了主角以外拢无着。主角加入比无着。在死定，做了这样。往上，那啥进去是无扣。这。
就一样。可以啦，大世界对，这样想，你看起这紧绷的，你是，我就要小定的是你，做啥？你定着我的目睭看是咧观察啥物？你有啥物代志啊？我毋是我，你也是你，啥物怪我？我毋是我，可能我就知影，啥物？你也毋知影发生啥物？你也毋知影发生啥物啊？对，事情太突然了。而且只有我完全想袂到你的指示，我人看你有困伫内底着，你伫讲啥物？你个用好意安辛苦我，你还是要靠你来啥物？你是甲我当做其他人还是？这都会怪啊！那无法度读书啊，靠样！那，我想讲着偌济个呢。靠腰，安尼爱个为第二首，操作组哦，我白来。应该是拄入来的时阵。伫到遮的时阵，用骨的。对啊，同样都怪怪。啊，伫遮家己用了。是啊，你嘛是哦，是你，我认得出你，因为咱做伙行动过，你会记我？我袂记你啊，所以你袂记我，袂记你这个我，所以啊，对无对啊，我咧遮咧找其他人，我感无正常咱拢回不去，就代表源头一定有问题。我想我根本毋知影家己该毋该，甲你讲即讲遮，我真无人知影伊啥物时阵会转来。即马遮拢有记录吗？如果有诶，应该互家己话惊着，讲诶话惊着，然后甲伊讲我诶联络，要找着我，应该我知，我想要甲伊讲迄句，记过去，拄着怪人。真可爱。这下。哦。哦，这真公司，刚跟我。
查某这个查某袂算。我先去那个，我来我来讲，我讲好代志啊，是这样，嗨，温馨，工厂制闹害死人这个代志，就常发生了。中部的规定。你大概做什么？我觉得我做一样机会。大家都无。头头有讲着另外一个人，当时泡咖啡一起是不是？杜小英，我拢爱甲因讲歹歹啊，够了，无能。
哦，够有厉害，好受计划。起步，起步呢？哎呦！哦，哈哈哈哈哈！尴尬没事。1号 C。巧合经营甲林静，前个中我觉得我袂当会做错。准分。其实我后面当卖菜，所以要到过时阵。啊？电话哦，电话遮。我发现早摆啦，有够问题，我拄则去帮伊做。是个到即个伊啊，真正无支持。甲重视临时走去帮这个啦。最后代志有解决，我真是好险，有解决就好啊。多谢你。啊对啊，我会爱跟你讲，今仔操作组是做兄弟。你无是甲我讲有想财产组？免啦，因为是去别个组，所以基本上你今日都爱甲另外一个操作组的同事做伙行动。因为是操作组的组长，也毋是哦，也毋是哦。伊甲我是差不多时间入去工厂，原本最近会当申请的，但是对着需要代志了解。伊的名是吴俊文，吴俊文，伊准备好开始，今日时阵甲我讲，我会请伊到 B7的 B7个建修组甲你对。聊遐个拜托我一个代志。操作组有啥代志，互经理别甲臭头。伊即摆因组长要求写一份非常完整的检讨报告。据我对因迄边的理解，迄份报告大概转互等去吴俊文处理。你昨代志甲操作组有关系？你毋知吗？昨迄个实习者，伊是厝内的人伫地教处意外过身啊，所以才会申请。有时管理地教的操作组会对击，可能靠伊今仔日来买武定，
就有可能一时后补袂过来。所以就算我通知伊，伊应该会买我一寡，我教一寡，都会一寡时间嘛。但是问是安怎啦？你想问我？因为你敢熟悉，这个算是满熟的，伊话进前啊，伊是一个足有能力的人，所以有时阵咱个较冷淡，但其实人袂歹，只是有时阵就死头紧就对。总之，毋免烦恼，你毋免烦恼，伊足歹斗阵，伊足可靠，可靠。就是小事，对吧？如果你有啥代志会来，当时处理嘛，因为你落去地搞了，用一段时间都袂当去，所以你即摆要落去，那是你顶头要代志要处理，还要代志要处理，好好地做一顶头，做了就讲，然后你今日等我先回，拜。这个经理的问题，经理呢？你找经理呢？这个是研究呀。这个敢会老？A 呢？哪一个是在这附近？这。这就点了，然后就无限了。对了，哪个你啊？哦。无准。那啦。那是我先去一波状况。你讲波转，你感觉很强。哦。你到底在会这个？哦。啊？哦。很敬畏。
那个是我，哦，是，哦，很紧，靠呀！奇怪，我係吹到啊，我想要甲因講。这个代志，这无啥好。太难。啊？安尼？看你要不要做？哎呀，安尼啊，安尼过住所。我从第一啊，建修所中央通道，甲你回答，你出去电梯倒我就到。看一下。出去电梯倒我应该是正手柄啊，因若这无做我开叫。那我这。好这，大师节甲着，硬死你啊！真早一寡挂到，我无地方去看。无做很着，是我是，也会我负责带带你是做操作组的工，想到月表较早到。听我组长讲，袂，不过我认为你较重要，所以咱先过来。毕竟是我家己的问题啊，袂通影响到你。也我无介意低调，起码伊即点表现伊地位组长也好，我该带你去地高，伊准备好就行，毋免夹吧，好。伊敢若是一个一极性的人呢。像安尼讲，因为你用走，是安尼无？那边前往地高的话，只靠这几台高速电梯，了解。也只有这几台通坐啊，因为所以通常爱等较久。因操作组甲建修组拢只能为这3台电梯。操作组的人少起来，起来才就是这个原因。大家拢平大等电梯的当然，为了上下班时段。就亲像你看到的，这平常是建修组的人咧使用，负责维修宿进的各大主要设施，地高又是其中之一。伊迄拍那就介绍起来，各大主要设施，无错。你目前看到的拢只有宿进的表面，这终究是一个工程，需要靠各式各样的大型机具运作。这物件基本上拢藏伫地下深处，地窖只是其中一个藏上深的设施尔，确实是一个较认真沉稳的人。也好，我较关心这种活动模式，因为介意咱也会等袂少时间，你有啥问题，想要趁即摆问我。地窖到底啥物款？敢若讲就是一个足大的空间。咱甲咱描述你较详细一点，真个足黑足热，然后基本上拢是经常的处理。安尼好玩到这里，对，因为解释这爱嘛是就爱看，对吧？像蔡兴最近是马上来操作组的嘛，伊会
伊也去过地窖，你敢无问过伊？伊知影是讲过对地窖一寡看法。伊讲遐空间足大，却足压抑的，原来如此，不愧是小财星。伊描述比我清楚这样，我都感觉拢足无清楚。我啥想要无了解？啊，反是啊，顺路诶。电话哪会个死啊？喂，谁个无甲电脑板接转去？是我哦，我各种啊嘛有试过啊。那恁啥落去甲伊接转来，我接无来。你靠地对坐一撮辛苦啊，是无早就会死啊，袂安怎？等下啥物物件卡着你就知啊。啊，我做阵，嗨，你要落去无？那你帮我甲电脑板接转去，敢会使？老友了，对，拜托你啦，好，无问题，来好啊，来啊到啊。啊，你这时间，你安怎这时间一直挺头？我要带人去操作做事做，新人啊，真是奇啊！你叫我叫顺路，你是？叫我去大时节，欢迎加入血精啊！你还未确定有错，重新加入。我做你也是为我讲话咧，总之就欢喜实力实践。那电脑版的代志就麻烦你咯，我准恁啦，无问题。但阮讲也是恁操作的人的本事。咱做来咱做来遐呆头呆脑。如果电脑版说我啥物，等下我顺续处理一下就，袂当我着咱时间放心，电对到，咱做行为，拄好无人要做伙做。有时阵建修组的人，建修组的亲像拄则一批人一届倒做伙落，安尼讲起来足水。这电队会当停的路程足济，大家其他工场，甲工场其他所在，大部分的路站拢必须先决定授权了后才通停。倒一寡路站，老实讲我无清楚，连电梯会当去倒拢无清楚。我知影安尼听起来可能淡薄仔奇怪，但这其实是万枪扣印规矩。因为自事保护上一直种非常严格啊，为工作规范到这种不理的限制咯。毕竟万枪的实验全拢人道挖落自家的机密技术，无必要。连自家员工之间的交流嘛有管制甲一死。迄个嘛，道理大部分人其实拢毋知影咱操作组拢在做啥。敢对这个代志感觉困扰，只知影咱是负责管理运算系统的部。然后我这是了解这无问题，无问题。虽然你这2天会当工场看透，但实际上你并未接触到任何核心业务，所以昨仔遐嘛毋是台选组的主要工作内容。我等下嘛袂带你做较重要的代志。这较重要工作，伊是较亲像是参观甲体验甲参观吧。但我昨仔做了袂少台选组的工作，互我用，互你面谈甲签约着嘛，你也知影，以后着啊，字面找了一个。虽然迄确实是因为主要业务，但其关键也是万强的审核系统甲算力管理流程。莫讲甲地上区遐负责担心理的业务拍交道，伊昨仔只看到了台选组一小部分的工课内容，而且也是每一座运算工程拢差不多的物件，并毋是啥物万强独有的做法可能才技术。来进入中控区啊！咱即要通过的所在就是中控区啊，这是血精调配资源的中继站。
才需要调配什么资源，大多是其他工程需要的原目标。几乎所有的运算工程拢会甲395做全自动工程相连，并且甲因的运作。这个工程位原物料加工到产品生产拢有，比如塑精就有连接塑质、连钢锭、甲做车锭。透过运算工程，这个大脑的灵活调度，会当上大化这个工程分级的效率。这会当讲是一种物联网的工业化体现。也就是讲，塑精其实同时也控制着其他工程。这个区域本来嘛是自动运作，但一部分的修缮目前也是爱由人类来负责，所以这嘛是建修组因主要的工作地点。因负责维护规则设施。听讲运算核心嘛是一只。听讲是全工程上机密的所在，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连伊的所在地拢毋知影。有听建修组的朋友讲过，之前总公司的技术员来做定期检查的时阵，就是为这个电梯入过，就是坐这个电梯过。所以运算核心是，你的想要安怎简单水，安尼讲吧。运算核心会当想做是规则工程的大脑，即运算所有事情的先后顺序、处理方式、伊的收集、分析者发生的一切代志，所以伊的运算能力主要靠地桥遐个正咧进行算力工具的人提供。但真正执行的核心，真正执行的，其实也是运算核心本身，一个当管理规则工程的智能管家。虽然核心本身无名，但大家拢直接用工程的代号称呼塑精，就是讲在咱中控区啊，这个温度其实非常悬的。咱即马踮伫电梯内底，所以感受袂到。但是外口的温度其实已经悬到一般人无法度正常运行的程度。那你讲建修组的人爱伫遮做工作，所以这工作有一定的危险性。虽然讲只要有足够的防护，基本上是袂出问题。我朋友讲伊的周边已经几啊年无变过，可能就烦恼。现在敢若每几个部门拢是安尼，或是为了这性情况，这是一定的。所以啊，甲中央最近计划有关，这只是我推测计划。但大部分啊，讲转来中控区的运动问题，为了解决过滤的问题，当初时期制作工程师导入了海水冷却运动，这是塑精首创的技术，在伊进前。其他运算工程拢有过小的问题。现在这防引入的海水也会防止会变成蒸汽，推动中控区正上方的涡轮来发电。安尼工程就通自给自足啊，是一套足有效能的系统。伊看起来几乎甲我骄傲，虽然当初拍出这个技术非常先进，足全面的。现侪年会消耗了，这嘛被你破坏不堪。这还无维修呢，是成本问题。我做人都要考虑了解，后来面入去进水区啊，即摆进水区也无进水量也无到100%，所以也无互规个中控区拢泡伫水内，咱接近就到地沟。过电梯，这到底是偌深的地底啊！我先处理一个顺路拜托我的代志，小等者。
完成啦。OK 啊，你久等，无久等2个人，好吧？然后要去坐车啊，坐车？这就大对。地高的不同，地高的不同站点哦，这地高本身嘛含有维护啊。嘛，但伫地高不同的点站间移动必须透过接驳车。也有地高内部本身嘛含有微量的辐射，虽然影响不大，但片面直接暴露其中也是较好。上车吧，这是几号？哦。这就是地桥。哈？这看过的可能无啥清楚，顶头遐吊挂的，吊挂的拢是正咧进行算来攻击的人。哈？咱其中一部分工作就是甲恁抬算过的算落送去哦，甲是无共款咯。啊？我以为互人做题目直接重写，无法你的意思。我对家己咧入行进前嘛是安尼想，但是想要想无知影，爱收到遐济话，济人话，就袂使甲伫每一个来智脑的人身上挂收几吨器具。所以小型的系统确实较牢固，但基本上所有的算力工具的设计拢是以尽可能降低成本去设计，工程追求的是收人尽可能济的人，技能这是上俗的资源。我继续对。啊？上车吧。这是发送走咯，准备开始算啦。攻击的人就会送到这。这台机器会甲因固定好，拍入需要的应用者，同时安装进行算力攻击需要的组件。一切准备好了后，就会甲因送到地高。你地高内，这流程咱称作上给。这个应该我毋知影有试过，但是想必袂足舒适。在咱面头前面对这个人类泰山做辛苦的工作，因看起来拢真想看在款，因的生活好工夫提供特殊服装，然后等咧一个风送去，像安尼站点规则地高10个，副组长，休困时间啦。吓啊，等下就要开始送价啊！辛苦啊，老师辛苦，无你甲比副组长搁辛苦，你点啦。时间差不多，咱行吧，了一段咯。我来咱看，应该你老汉面。应该最奇怪，目睭拢是血丝。知影，我有事请你冷静一下。我无熟悉你，但我熟悉伊。是你话的是啊，是你讲的，这就安全对无？我就安全，我袂安怎的对无？我毋知影，可惜我毋知影，我以为我安怎突然间是代志。进行者发挥作用啊！伫送价进程，经常有人过于紧张伊落地过程发生危险，为着安全嘛，为着增加效率，为这久以前开始，操作组就会帮这个人施打进程者，甲金马松低者，互因意识变较模糊，金马思维上力。
较会使听指示，所以这拢一分款，真变态啊！是啊，这是台酸组，免大家无多丢面，来行吧。帅哥，你倒位啊？我记得是你组长哦，这个叫检讨报告咧。今仔以前会互你，交你，这是你讲的啊，对你就是新人啊，你真的足歹。是我叫大师姐，我只问你是毋是新人，回答是毋是就好。我问你名，就是我无在好，机灵挂好无？看你人格满大，我来甲你讲，你紧隆隆用的用完用了互搞滚，啥物？咱组无欠人，但是流程该走的，我也嘛只能走。你早一寡母了，早那个再比我走人好。我准你莫借这个机会甲我拖时间，我就伫办公室等你，知？啥物烂人，我惊互你生气啊！毋是你毋对，你怎啊回事呢？我你讲你对，我带你介绍一下环境无？对啊，副组长我物件拢有了，有照E5表格处理无？我无想要去看到规家问题啊。是，咱有照表处理就好，会当以后个，就是副组长好，以后进得讲会使。会使，把你吼，我将伊暂时写过汇款啊，汇款，伊也是爱回头处理。记照时间排列，知无？排列知无？是我会照规种经理，伊去台酸组才做代志，敢若基金不少。但因组长迄个审查足济，但是有准咧管理，实际吼你搞对。摕股票，无啦。组长我有代志需要报告，我要带新人较好较讲。我感觉简单讲吧，是关于偌济。好吧啦，我会做你，叫我你的，知啊？我昨天趁到一口气，偌济啊！你过倒来哦，你错哪样奇怪？我奇怪我哪有？真是莫讲，就是假期伊过来做，啊，无完啊！我跟你讲你啊对，彩星宝贝哪会无对，甲你做伙等。所以拢是在下彩星，你等于台酸组，来，莫转移话题啊！我讲几摆，你袂当直接改别人的物件，安尼因就歹甲你合作。我讲过就是改，我无需要甲因合作。就是甲你靠腰的迄位陈家琪小姐，已经卡伫工作问题卡一礼拜。我只开了3分钟看伊写的物件，甲伊的计较拍掉，改生活的动物店。即摆伊安怎继续甲你合作？伊拢甲伊物件，伊拢甲伊的物件改掉。恁这个版本后个月2009出来。恁这个版本后个月前爱通交钱，你感觉我一个人做袂到？副组长感觉你做会到？你搁错过一届学习甲人合作的机会啊！你总有一届会拄着必须甲人合作的情况，到时安怎咧？而且迄想会着嘛，副组长是多谢你大考，肥啊！你好歹互我找一个有能力的人来啊！譬如肥就袂歹啊，袂用钱，例如我毋知影你拢直接叫伊甲所有摊开等互你哦。所有摊开等互你，迄厉害！所以迄根本无去合作，有啊嘛？我会完迄个假死的挺心啊！不过咱演技，迄就是你自吹啊，不对，是你自吹。副组长这位就是新人啊。看上也足缘投的呢。对啊，我应该先介绍一下。你好，我叫偌济，我是肥，今日讲话就把我转台好。你好，我是大师姐。嗨。伊有工程相关背景无？
阵看到我，伊等着我回答，我根本无任何工程相关的背景，所以我需要相关背景。毋知影呢？你开车所教教，偌济，小孩佫一个，为什么？连算法真正敢会升级？为虾米伊要一直派无工程背景的人来咱遮？哦，我即摆完全懂你迄个业经理啊，这小孩，这你非常清楚属真的临时演唱法之处。对，我非常能清楚，这根本无人了解咱的演唱法。所以，伊讲的其实有道理，应该讲遮无人会当理解。但大家却理所当然听伊指示行动，这是一个重度需要工程能力的所在。因算法却送来了一个连一撮定性拢无写过的假死啊！伊的意思是，咱即摆开始背顺利啊。是我高中时阵想过一点定性的课题，但是我成绩袂歹。其实我高中有上过一款定性课题，我想啊太棒了，想到啊，想啊，我做你个想，你敢有先来处理这款小代志哦？伫这种时阵，因为一开始就无拍算互伊来咱遮着副组长，啥物？是无错，啥物？老师姐，你听我解释。这虽然话讲甲歹听，但有道理。我有先做过调查，我知影你无定性的能力，我袂当就安尼互你家己带一组啊。遮个情况愈来愈紧迫了。若无额外的资源会当陪顺你。紧迫是啥意思？这我一时无好甲你解释下。拄则无看到咱组长是啥物款，就无困困。毋知遮几乎拢是我咧管理的，我为着维持遮运作已经交托人后啊。照伊这意思，我会减掉一个落水的机会。所以你安怎做？你听我讲，这个太算做无共，这个工作需要真正专业，无亲像因迄边只要通基本甲人沟通就会当信任。意思是太算做无需要真正的专业性，我太算做的人无甲伊操一做。我原本打算照规矩带你走了带一组的工课的流程，只是我会建议互你走上困难的步。伫你家己意会到无可能做会起来这工课之后，我搁甲经理讲你无适合。你也知伊会听你的，因为伊伫做我偌组长判断，伊伫台选组迄边是无顺利嘛，非常我重地位的意见。我来讲去，伊就是做袂起来嘛，或者我只是把你有甲话讲较清楚一寡。有时候你甲老实者趁钱，甲你的想法，结果也是袂变，做袂来就做袂来，我有讲着。我来讲这袂当就安尼。刚刚遮无需要，无需要工程能力的工作，如你所见，像每一项拢是工程师，伊拢大部分拢有4年以上的经验，好啦。做组长就无需要工程能力，只要一个公司的高层的亲戚做靠山就会使。注意送给做业员的，这好诶。拄好今日送给流程要开始啊！如果要是做的话，时间拄好对得上。等下，咱即摆嘛无咧真做业员，毋过实际上是看人。是组长坚持无开职缺而已啊！伊根本是超过伊想要舞倒遮，一条话非伊地平。但我可不能硬是家己开一个职缺。对啊，你爸差不多，毋是差不多要退休啊？是安尼讲的。我会记中信讲，中信是讲。有人确定要退休之后，咱会当提前收治的预备人员嘛？是无毋对？伊竟然读过咱组的规章，伫公司进前我就是读过啦。我这样就是啥物事情讲习惯摸清楚，你也毋讲我，讲你若是好，
就安尼做嘛，太好。免得啥，不过投资者上价做业嘛，可毋是啥轻松的工作，来努力做，这毋是努力努力的问题，主要是心理压力就足大。然后，毋是讲想要是做业嘛就较难，咱即个开始，我来去找一个有资深经验的做业问题处理，经验无够的，可能也袂使。啊，就安尼做。然后，你即摆真正有可能加入操作组，是个代志，我必须先甲你讲清楚。伊的武器改变，武器改变。操作组即摆的普遍立场是希望小金伫几档伫近几档付费度啥物？所以你应征的是一份无很稳定的头路。作为管理地壳的单位咱知影这情况并无好，考虑到设备的积损情况，搁几档才发生意外的事故，可能性嘛只会愈来愈悬。因此操作组才会有安尼的立场。那为啥物这时阵搁招人？亲像头前提到的，这是小钱的做决定是咱，但是实际上咱并无决定这种代志的权利。咱会积极推动这件代志。我知影这对你来讲就歹理解，但是看就是如此。你为啥物今晚甲我讲这？我无想要，互你在知识无相足的情况下做出任何决定。我想我已经整好我事先告知的意见。我今晚去看通照相过来，带你是做业务的工作。你当时在一个环境，或者是甲偌一个大空，规睇看。如果你是有情况开始这个这边吗？素有。马龙，对关，这对关。真素用原港是个公司米啦。
这有一个选项。我老这是安尼。哦，我知也就。我到迄队人，或者好势的。哦。哦。哦。那这样可以看一下，我开始要去你。准备上个流程，这假死啊，是的。实际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苦细流，咱的资深的作业员。介绍这小子拄则甲咱拍过招呼，就我来历史，好吧？尾尾就赶紧开始舞。小子，你准备好无？有啥物事前准备讲讲？我这就简单嘞，简单。我准备到咧记录啥？来，各位大兄，知道？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啊！你会当好好甲老师做说明，所以而且这做工程必须互对的，是的。我看我啥物拢毋讲，伊嘛会爱想的，对吧？来有这个期待，小杨你嘛来，好。副组长我阁想好一个，伊真正感觉这是好主意，大遐看咧都袂有代志的，是这，好。大遐说伊较保守，但伊是一个实际的人，只要你展现你的能力，即使你吹上台湾。
做袂好，你个计，不管你对这个工作、工作机会看法，工作机会看法是啥物？即马这拢是你着出操作所的问题，就我来吧，咱要开始。高达3型，满强第一批自动外算啊，工具安装界面，后果档，这就是甲人送嘅所在。莫伫遐戆徛咧啊，我过来好，我过来看好看好啦。毋知这要创啥？毋知啊，反正我毋知，起码是以小智为讲，你最实在，比我一个老爱毋捌假目的人好多啊。你只要看过地沟内底挂着算落啊，遐算落啦。咱伫甲因送去伫进前，必须先互因准备好，就甲自动轮锁拍开，安装模式开始手动。好，当权进入1758，好中华，好中华。外车使用电视一边操作过程，主要透过中控平台，上简单但绝对袂当出错。你来看详细啊。首先，咱爱互这个人进入分水，避免伊伫过程中挣扎。最后拍落定一者。哎哟，过来到无阮算了一挂着挂一个好几啊年以上。为了互因度过这段时间，咱除了帮因做助力、营养剂，到麻醉的混合液，今日才倒一罐2盒啦，真正是。接下来就会当准备为连续出镜。这等见，呵，伊讲这顺道无交就是有这种代志，这个人靠一直丢失，又有代志，丢失是正常的，拄则个问题是算落是算落伫丢失的时阵佫醒咧，即摆安尼是正常。然后拄则迄个回出题，唔做这代志啦，你到底啥物时阵才会甲新的原料申请落来？后一个礼拜，又要1个月，继续吧。老实在，注意到这个算落的细菌也是也咧抽动哦，这就歹无出名。这真正是正常哦，有啥物讲？这是正常的。算力工具是透过脑部活动来达提供算力，因此咱必须时常刺激算力的大脑。这个刺激是不是溢出一寡无意义的讯号传达到细菌，导致这种抽动？但即摆爱阻断伊的周围的神经系统，互伊的肢体完全停止活动，以免影响到家己。小人安装阻断模组。这个头拢空对无？迄个头的迄个。最后，咱爱接管伊的中枢神经，甲伊的大脑接上属性的运算网络。每一个算号拢有指定的主要网络，迄是你边仔的编号，就是固定爱连接的网络。会记你遐输入正确的编号，这个最后会当送起来。准备就完成啦，系统会自动甲它送入地沟内底。规套流程就是安尼，就像我讲的，操作就简单吧，照顺序操作就会使。确实就简单，但有些无互个机器自动处理就好，冇问题。送个过程为啥无属性自动处理？因为显示高大一开始有讲过，高达是自动的。之所以也需要人员进行迄个无聊的中国新操，就是因为这家死早就要歹去啊，这老古老几2年前就开始不断出包，
歹，互伊主动工作无人监管的话，若是各种同下课无人会晓处理啊，是，所以咱才会爱派人一直做伫即间控制室，控制室，就阮只是维修室啊，只是互做业员的，咱摆内部检查部各种的组件会共用的空间，所以才会细年。互遐几个老鸟改做了遮，是甲了手动控制种系统。以上咱也是互伊自动运作，但一定要有人伫遮随时待命，这人必须熟悉如何伫一个讲挂掉的情况下，手动完成创建。另外是发现危险的时阵，通即刻帮助歹徒。这也是为啥我需要找一颗大兄来遮看。要有无小组，来当个说明这个流程，是不是？最后，你来教室时，甲伊解释一遍。我怀疑啊，好啦，强化镇定剂，小心注入重合剂，然后注入混合液需要选爱为倒一款去处，其他是如何？你如果还袂记，我直接甲你发。对啊，如果注入混合液的时阵，触发肾蛾的清澈抽搐，就爱紧急注电，肾蛾完全失去意识。注意啊，对方无因为饮用剂触发清澈抽搐，哦。这就甜啊！接下来照这个顺序，以后这两个最后就是安装组段模组，然后选进开主要网络。每一个算落的主要网络拢无同，你看因无显示的屏幕数，数了就固定。就是安尼记清楚啊，等下就往里上啊。哦对，最后还有一点最重要，注意到边仔迄个黄色的油杆了无？如果操作的时阵机械故障失控，伊就爱即刻留下迄个油杆。伊会紧急制动所有装置识别，所有识别片面各种的机械相较算。但像我操作的话，有可能会出人命，你知无？是吗？伊即摆是这最容易的，做问题有一个油杆就好。无这听起来足可怕。别烦恼，你一定会付有下油杆了。然后啊，袂有下迄支油杆上难的毋是反应速度，伊需要是勇气、靠腰。引起制动装置的瞬间会造成足侪心理损害。依照公司的交配规则，如果事后调查发现你触发引起制动的时机点算落其实袂死，这笔开销可是会作为另一手续，然后转算到你头上数秒，但讲毋是造成危险就应该停。袂记出人命，才通有迄个油杆，无错，我知影这听起来足荒谬，但失去到非常紧的计算方式。如果你送给过程中使用非常紧的，才有可能超过紧急制动造成的损害。第倒个若是人死，蛮强的头家甲我补偿遮个算落钱，无万一后也保袂记来就是最后就这样做过了有下紧急制动的时机啊。但对啊，咱个人民观念，小主你无听有？咱遮个状况甲楼顶遐危险的小人修得可无共，啥物代志拢会当用大去克服。蛮强是所处回向时，会甲针对你一个，也将甲你有关系的所有倾向，咱抽象对象，无甲你有关的自然人直接法律。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法律公平。蛮强的法律是上顶尖的人素养，拢公平无极。迄是因为有较垃圾手法，当解决这代志。像看了考试一下，
来讲真头家歹话。我看嘛，讲到，你即摆知影问题哦，只要你有法记物件，记啊顶头的人就是说物件，你甲你身躯边的人，就会完全更加倾家荡产，所以讲拢可能会无记。哇，你感觉有人无敢无这个险？好啦，该讲的拢讲，大事就开始了。来，咱看伊会当死，咱来看伊会当死这个工课，就会就是，记住，这工课看恁最后也是心力所及，就是你连操作都规天拢出错，靠了后你成为操作做的，也可能最严厉的那个，哇，这无啥真紧切个，伊会讲搞这个，就你边啊，老师在讲的。看其他方面的当完进的 T 那3孔盈利了，变记者。惊嘞！啊，恁真看，毕竟的，头一间，所以开始都无关的啊。哟，这其实就。继续吧，啊，根本继续啊，靠呀！所以迄个物件，咱就想要做，伊咧带，有看无？耶，这所在淡薄压力我大。所以也讲啦，靠呀！惊死啦！原来这个叫什么？3孔哦，1.3，进这，哦，好感谢啊，小人哥当时啊，但是问题是，伊伫咧对尔，伊也无死啊，我无死啊。是这已经找我出来，如果是要你进去，啊？都无人，所以，哇，这样样。昨天请你好好想想，啊，你的钱我判断了，这顺路已经受了重伤，伊身上的感测器遗传伤害顶基因第4期我使用，我讲几届我无在乎你。迄个人继续调咧，3点钟去出来，知无？伊就可以我咧，咱必须甲伊放下去救。我甘愿伊3点钟后死伫继续，嘛无爱，伊即摆就活咧落，
知影不少经验差偌济。后尾迄新人是你本来吼，这人的送价是你做，你想要伊甲迄家是伤甲你重，若无人无死我会甲，我想我甲医疗费拢算伫你头上。啊，这家是你笑啊！你直接迄你个，安尼看着一下死去，人真一个大信人，好笑嘛？你个，只是做了互你的判断，拄则家己嘛讲，要伤害顶级死，蔡新人拢知影即马甲伊放落来，啊救我伊的几率恢复几率，家己命做做啥物啊？几率加拢都唔救啊！你了不起，为啥毋甲你的工作做好？啥物？要是你若是甲你若是你甲恁的工课做好，其他会出这样意外？讲到底，恁才会散漫做业务，所有问题解决。啊！你真笨死！注意你的态度，好细了。刚才你家己创啥？做好我的工课，提醒你上好嘛吼，我尽好你的部分，你只是满口废话，你根本苦大遐认真个嘛，听着无？受苦的狗就乖乖听话，别个吠啊！够乖的话，有无我之后会加上一个饲料互你教法。啊！后阵，应该紧甲迄个人绑了，知影？干爹啊，够大兄，不都可以是大兄，可惜啊，你安尼，我知影我做了啥物唔免讲，我你真正受苦啊！竟然交反抗迄个组长，安尼讲。啥物？哦，啥物？会甲迄个人放来，会透过组长的电脑传讯，才会使。然后这假死浪费救援的时间。后壁就是公司的名，我处理好。拄则出意外算了，才迄互放落。来啊，多谢你做，但是就是我家己决定，我会先来好滚。各位，我拄则嘛通知医疗队啊。伊已经出来到落家所地点处理啊，但这边嘛甲做到这，但发现足紧，伊还以为有代志，或是遐严重的事故，遐严重的代志，人讲拄则有新触发紧急制动，看无准恁这表情应该是无，我的确无即个有感，有人怪你，都是这样，操作组的人拢捌。无人通无着家己失去家己人生的风险，出手有效的有感，就通过着。我当我只是来为下周的电报，我感觉无迄严重，伊吐尔，伊也无死啊，反正是我有一个人会先想好家己拄着代志的时阵，安怎管理，但是真正拄着，伊个是一回事。也有一件重要的代志要甲大家讲，做啥做对迄个表情。啊，拄则意外毋若发生伫遮，敢若是规个地球拢出现。那你为啥毋敢讲？咱应该积极，因是一个像重要的系统都无问题，包括卫生系统，无几个地球有足侪光机系统拢离线，也有几台抽风机停机啊，即摆正个手手解决，接收组的人已经启动。紧急应变措施啊，必须帮助伊。工程组照贝亚模式台面，偌济你有一手收着，我咧，你去四号站，你去四号站点支援，然后小杨你去建修组做汇报甲支援，收着，了解，那是实际。就无干其他时阵爱提前终止，不过我相信，我会看得出这啊。伊头一届操作算是顺利完成，虽然有一寡失误，并无多啊。真正是需要更较侪细因可靠的作业员，我想要处理到现在，我的同志经理还好啊。如果你无愿意来教我嘛，我做理解，请你好好有权考虑吧。是这，你就要等于找经理为讲，我会先通知伊遮个代志，发生个代志，我会留来好好休息下，我甲咱等等，这个是留伊倒来吧，咱借伊个办公室去。
这看起来那会亲像是迄个要迄个会逼的会路。系啊，无好会干，安尼就卖啥？敢是一个算了，连着鸡啊胃顶头烂啊！我天！啊，这只各种样就是比较想的，佮遐大领导。我天，开始啊，开始啊！安尼就真正袂使啊！梗系袂使啊！一就工厂啊，这就工厂，真正倒袂落来国旗汉啊，实地实在收人费啊！我那严重啊，上去我。所以话愿意先经50ปี啊嘛，因为成本问题啊，啊经50ปี的话，就是规则地高拢爱还钱，但这开销可不小，算因我算过啊，这还算得出意外，非常比可阮家还收规则地高啊，我是安尼，更加费了嘛，而且头家讲中国是最近真正来讲这个东西，我感觉来，这是。亲着袂少的运算量哦，运算量哦，通很突然停掉，知啦，但是真正会当开就收课，是啊，无在意家己看。来今年就久啊，早就无期望工厂会好转，即马只希望早点该收啊。倒是拢无听台川组的人提过者，那无啥好嘛就行。但是伊迄个人嘛，你知，你知。讲起来啊，可以，这个人应该无，这个没什么问题。
哦，对，给。哦。好。开始要叮当哦。应该差不多。看，这我觉得比较轻。이런 거지. 이거 수익 되는 거지. 자맥이 저렴해요. 温馨，这样叫温馨。这要不要共识？这应该用最广的。
靠腰，但是这真正是想，怎样讲，想刁啊！你袂当要求员工为着工人设备着想啊，无可能啊！
我是做一两工尔，就咧开始，哎。我会死这个，你才这球员好爱对抗，算是讲，算是这，你也是家己开始看，你球，我知影，你这个是大老鼠啊，我现在在小心，哈哈，哦，你个来，喂，我你吧，不用转移为的叶经理。即摆是安怎？过来啊！我跟你讲一个，我毋知影你讲啥物。记录显示，你3点钟前使用内部气送做系统，为这间办公室传送了14粒胶囊。正好就伫一份机密资讯的泄露事件发生了后，我足难无怀疑你的经理，也虚化透了公司机密。我理解，所以我嘛愿意配合调查。但是你已经甲我的办公室敲一个遍了，你还想要我安怎？我可无亲像恁遮的总公司饲的狗，一个逐工踅来踅去叫了别人。我真正重要的代志工课要做，你无信任我的话，就去甲迄14个胶囊一个对转来嘛。我只是来告知你，咱已经追踪到你传送的其中13粒胶囊，有效率啊！记回无？迄13粒胶囊的内容是一寡无关紧要的物件，安怎？公司即摆连我寄送的物件都要管啊！这就容易互人想到中央款的经理，是吗？那你为啥物唔去甲最后一粒胶囊摕到手呢？伊是足有效率的，应该知影我寄去倒位吧？你心机多明，那么限制受查夺得办公室的权利，夺得，伊讲的是风，是啊，你一定要经过伊的同意才会使。但是即摆可无伫公司啊。咱听多倒上个考试早班，不对，惊嘛，甲我做伙来所以，我问最后一届叶经理，伊是毋是窃取公司的机密，透过气送系统寄送到了听多倒的办公室内底？我回答最后一届，我无，你大哥叫你头家，饲大小姐啊，明仔透早，甲多倒本人确认，但是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毋是？你讲得对，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咱拄则伫听多倒还伫咧公司，看来时间比有想的早。咱30岁之后会甲伊见面，秘密嘛是明七变。开始，伊真正偷了公司机密，我要牵入来，也是伊早就知情。只是来互你最后一届认罪的机会，既然你无愿意帮，我就唔叫了。无的罪是要认啥物？再会，叶经理，滚吧！哎，对了吧，都是真。但是若无技术的创立嘛，是毋知你有啥特别？这种代志几乎无发生伫别人身上过，都是真。你来汇报操作组的代志就遮迄种情况，甲你无关系。来，为也偏红，不老偏红连夜路了，都是这，你听咧？吴准呢已经甲地交发生的代志报告互我。我真遗憾你爱经历遐种代志啊！我想要甲你好好谈，可，就是我即摆更较要紧的代志要处理，先出去吧。我会甲通知你下一步要创啥物，即摆先吧，好，出去。你等，搁安怎？过，开始。到时你听好，这2天我拢有咧观察你。我无认为你是一个歹人，我相信你只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少年人。为啥突然讲这？你拄则嘛在场，你知影即摆有状况，你是要讲啥物？但我并无知影是啥物状况。
就是开始不管了，我就多100，到时间你听好，我收到你的倒3工，所以我这下来拍算甲拄则情况解释一天，但是你听了就回不了头啊，你跟我一天。如果这个好有关系的话，我会到，通常大家拢跟满意啦。我这个调查一起万枪内部笔啊，详细资讯我无方便讲详细，但枪就明显问题。你无清楚我要哪详细？你无讲清楚我要哪详细？无办法，就亲像我也只能赌100，相信你。即摆情况就是很紧急啊。好吧，你继续。今仔透过我这种手法摕到完成高赞的一寡记录，我也来不及解剖内底的内容，总公司就派警管局的特警来接收。你继续讲，伊也会确定是我搁做的，但是如你所见，伊非常怀疑。为了拖延时间，一届假使14分交了，作为重案犯，但显然伊的动作比我想的较紧。我甲整个迄份以定期报告的名义寄到了咱厂的督导办公室去。就是我只是为着拖延时间，才甲种有机密的真正硬碟传到伊遐去。我知影总公司特警袂当先自创入去遐，然后督导这时间搁无伫公司啊。我原本是要借出拖延时间，要找机会私下联络风，伊是要有风参与一件代志。我无想到的是，督导伊今仔会伫咧，这下时间嘛无拖着。但如果因伫风遐找到机密硬碟，安尼风就可能会怀疑是共款。千算万算，算到几点？我因为家己的无力，牵连到了霆锋督导，想要做静态的代志，这却害着无关联的，这证明我袂得骗。事情已经发生了，才那个一开始就不应该牵连到你。老实说，今摆我需要你去阻止伊，你会当用我的名义。督导讲，迄份档案是互传，才会甲希望我特别追上伊静静甲伊手头的档案摕入来，但伊甲迄档案交互总公司写落完。行啊，我后壁就算了，这件代志袂晓倒数为止啊，因为我拢爱摕回英文字典。我确认过啊，督导即摆人伫地上区的大厅。我就去遐嘛，这个你即摆就出发嘛，我会帮你开启地上区的电力权限啊。只要特警也未摕到迄几份硬碟，你就爱尽全力阻止。再次强调，如果听督导真正甲硬碟交给特警啊，伊非常可能会怀疑伊是嘛是共犯，所以你必须阻止听督导。走吧，时间不多，拜托你了。买到这种情况，在以后讲伊是为了做好代志，但像讲得准。如果伊只是单纯为了好处，后来公司机密，无论如何伊拢甲风更明白，我来今天那个没时间吗？我刚早上你同样到你看看嘛，我家显示一定有吧。边仔讲啦，伊讲啥？你听起来毋是讲？靠腰，哎是，我直接去找伊啊！来，我来当换衫，换一件衫就好。来当换衫，来当。
哦，对不起，哎呀，好，应该讲，我今晚要过呢。哇，时间，你过啊？过来这边坐哦，算假了。这头家啊，伊前面困起看着我，安那边仔这位啊，伊是，有代志找土岛哦，是吧？不过这毋是好时机吧？咱来去完机身，伊其实我男朋友啊。你看起来也真阿姨啊，我几乎淡薄互无冤交，真是对啊，我介意电话着你啊，我无介意私互大家知影嘛。我以为咱这是个问字啊，OK 嘛，你嘛知影这是我习惯的啊，无关系，我只是淡薄阿姨。我也是咱也是讲回正题啦，关于亚裔。大啊！关于亚裔话，今年迄份测出自红卡时间线的资料啊，红卡。我新年事发突然，所以即摆我手头无所物件。毋过也希望帮姊你会当老实甲迄份物件交我就好。如果这份物件，这物件内底真正有机密资料，我安怎？你袂安怎啊？你拄则嘛讲啊，你还袂看过内底咧。我确实已经持有了一段时间啦，确实，所以咱也是会对去进行基本的搜查。但是放心，毕竟调查行动也是由我主导的啊。只要我相信你所有的基本搜查，就只会亲像是咱即摆安尼口头抬杠，只要你相信，咱实在嘛，毋是一两工啊，考完，起完，你几乎无相信过任何人，就连我，伊就连我，拢感觉即摆家己足可疑的。我要安怎处理你的信任，就简单，迄个互我，我不敌伊的，即摆就甲伊互我做就相信你，好吧？我甲伊下互你，伊安尼嘛好吧？这理由应该无理由上，这女人无应该无理由上来讲。你做了即个决定，有劲，我会甲这个物件传回总公司，到时阵事情一定会查一个水落石出。是我，你有掌握到任何理由，为虾米也今年要做这个代志？钱啊，向来拢是为了钱啊。来自红卡的资料可是天价的资产，但伊无亲像是这种人。老实讲，你问我的问，我嘛无认为伊是这种人。但动机从来拢无重要，重要的是伊的行为。彭子你听好，伫我做这工课短3年来。以后每一个月拢有内部人员少数甲万强的技术活漏每一个爱做的人最后拢红蛋到原版适合干内底，无人会当得过万强的对查，就来平安了。唔知我毋知影你即摆咧想啥物，但是我感觉家己应该甲这个话讲互你听。晚安，再会。就像是研究，风力也好，我无事。而家有一我淡薄焦虑，我已经看过迄硬碟内底的物件，啥物？今日甲硬碟寄到我办公室的时阵，我拄好人伫咧，我加想就甲伊拍开来看。啊，内底无任何甲红卡实验室有关的技术资料，但是去员讲是红卡的技术老师。可我爱搁详细看这个物件才会当解决。我有时间物件交出去，可比较一分，因为物件内底物件我看了2就知影有问
所以就可比了。这下开始看，然后这是开始，因为不可能，我的面是最惊恐，到底。也好吧，你面是最歹看，我无说，但是这是这，我今仔袂当解释一点，但是我还有所行动，我还离开啊。但是我认得出风这种眼神，绝对袂使，绝对袂当搁互伊个，绝对袂当互伊搁甲家己误入去这种代志内底。我会使斗三工，我斗三工你，我应记，甚至于我会使，即我爱即去做下去总公司做。我来当面这份执行长，但是这只是互伊欢喜，骗笑，我咧骗笑。这凊彩几笔资料都通证明人的真实存在，千真万确，千真万确。第一话咧追查的代志是真的。好，我即摆爱即个组织万象即摆做的代志，真可能慢可能，真可能体积上来扩大啊！因此我一定爱摸清楚到底是安怎一回事。上来扩大啊！这件代志到底影响到偌济？是我最复杂。万象可能害死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是已经我唔知影，啥物？无论如何，我拢必须尽可能积极做这件代志。所以拜托你啊，师姐，莫做这个，我会保护好家己啊，我绝袂拖累着你的。你知影我烦恼的毋是家己啊，我知影，但我真正袂输，我做一切会当做准备好。我改去啊，明天我要去见执行长。执行长，伊会甲你当伫大问我，伊甲你对我对袂话，实在你毋捌，我是警官，这个人尤其是执行长当着我的面心都讲，就是这种情况，你做事，甲别人问题，咱交家己先决定，互家己痛苦，最后可能是你毋对，我都知影，但是我就是参悟好无？我清楚的了解，这毋是我的错，我无恶意，我无伤害过任何。遐个人利用我，因利用我伤害了足侪人。伊即摆生气啊！遐个人操人，我毋是因为受伊的气，受伊的气，重点是我家己面对这件代志。我伫咧收集证据甲资讯，伊另外一个代志就是，我就是说这个人，我知影因咧论点甲大师比拼，这个人其实执行长，甲对我做啥物，我这种程度上，我一直咧认为这工做准备，我即摆只是摕着摆平一切最后的锁匙，我所有事情，我即摆知影家己要创啥，上海就是我失去这工作。这业界永远混袂去，即使是安尼，我也有你，敢毋是？我知影我阻止不了伊，但是我要走，如果顺利的话，我无就紧结束，再会，咱看搁碰面好。我爱你，我爱你，我是放心。我应该是安尼，如果应该我难入去这个代志。我即摆会当做，只有当放个消息，就是先开台船走吧。另外当先出去看卖这到底是怎么样，最大的小大，我靠！无啦，做哪位？
来，我做对。哦。哦，这难怪狗的。你在冲过。我 SP 了，那就给了。啊，这风景袂歹吼，尤其是咱夜班这时段，遮无啥物人，来遮抬杠配一罐提神的咖我袂记买咖啡，其实我给，我即摆冲去甲会使。就是安做去啊？没因子，我去倒去倒一个，伊先去头前头哦，就真正就去买啊。这个组长总是亲力亲为过头，毋过伊对海我感觉真正足好。这就是顶级病啊！知影风咱无？我拄则也是应该较强的家己留落来，所以最近就定做一寡无亲像家己做的代志啊。我讲我要啊，来，互你，多谢，妹妹。即摆既然即摆咖啡嘛要好，咱种着正题吧。大概生活意乱的时阵，拢会走来遮，其实还要做些咱总是通互人平静的。我阵大概嘛是安尼吧，你也知影，因为咱是朋友，这对咱来讲嘛算是充满回忆的所在哈。你考笑，我也是一个正题嘛，实际你先甲我讲，你感觉安怎？啊？哦，我刚刚无讲清楚。我想要问你的是，你对操作组的观感？一个足嗨的工作环境，充满风险，遐四边拢非常难过。所以我知影你已经工作偌久，多谢你。我只是想要确认一下，即摆操作组是啥物款哦？毕竟你遮入去看过，我敢会使问你。因为现在我亲自去看，我无明确理由是袂当凊彩过，我想我知影嘛。过主要是我无想要过。为虾米？因为我实在无介意遐，包括遐场所，重要是遐个人。要过13个工程，应该会经历一个巨大的改变。我想经历今仔发生的代志，也许甲这嘛有关系。也许伫某一寡所在听人讨论过，总公司才咧考虑甲削增废掉。而我作为台选组组长，必须提前做好准备才是。你支持总公司会长吗？当然无支持。你也走过名单签约流程吗？你知影有偌济需要这个工程，有偌济人需要这个工程，你清楚。虽然就歹看的，但本身工程就是这个大量失业时代的危机解放，敢讲你毋是安尼认为？我感觉正经算人讲技情不像是神助，我懂你的意思，但这是遮个人谨慎的机会啊，不管情况有无歹，
咱拢无应该甲这个机会为因身躯夺走。咱该做的是改善者，是找一个平衡点，是一股脑的放弃。就是我唯一生气的事，我想这下来不久，总无时嘛就会召开关于是否爱会场的会议，经理我甲操作组长拢会热心参与讨论。我希望其他进程尽可能设计对我有利的进步。是做有正工作绝对袂当互对调。我一定提供你啥证据？老实讲，你其实不能提供啥证据，但是我会当为你辛苦你，为着我进步。亲像一开始我问你遐问题有做，以我理解即摆操作组的情况。就算理解操作组的现况吗？操作组即摆坚持会场的立场众人皆知啊！我原本以为只是迄个恶劣的组长武断专行，但终于我就发现咧，无做拢安尼想，真正是无。对啊，你伫操作组的时阵，又摕到这个话题，甲会场有关。有人讲，因为设备拢受老旧啊，一切条件这讲完，我做来自操作组的迄群人，因只会用专业能力来包出所有问题，因为因专区的领域，半人完全无概念，所以因就应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甲咱说教。咱用任何反驳拢会应用无知不懂毋捌假扮去一边带过，教员逻辑，任何甲因讨论拢是无必要的关系，拢是永远拢是着。对啊，我也无问过你即摆，我也无好奇。作为拄加入的人，这几工观察落来，你是支持会场，还是无支持呢？头前讲到安尼，我嘛想歹回答这个啊。我去会场，伊下面明显强调一下，我为虾米？操作组的讲法，操作组的讲法无错，是别数位学员对吧？你好有倒啊，是别本身就点去，问题是因去做维修，虾米合作毋是安尼讲。但是因是讲总公司无愿意提供预算，因做是安尼讲，因做是讲预算不足，却毋提伊的薪水，有几年已经起了偌济啊。总公司虽然认识，但将来会去趁提供属情的预算，这点同样适用于操作组啊。因每当提高的预算是固定的，但因的薪水一直起，安尼你有够办？为了起薪水，维修的预算都压缩。我问，你确定这是真的？虽然预算表毋是啥物咱直接互另外看的资料，但以我的权限，我完全会当看到遐个内容。当然，经理甲主任嘛拢看，这个代志并毋是秘密，是因为的问题。虽然我足无想去安尼去想，但我足人不怀疑，我做去了操作组上到低头了后，嘛开始合理化因的行为。我一开始真正以为只有操作组做只飞鸟咧作怪，但我即摆认为规个操作组拢是共款结果。不管当初是安怎想的，到以后摕到无该摕的资料，因拢记着是伊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是安尼，因个安怎会想会这个问题？可是安尼因安怎想要会？睇到一个最近因为事情开始摸不住了，愈来愈少的维修预算，导致地壳做移出。开始有愈来愈多合作者因设备问题受伤甚至死亡，这点你亲身体会，应该比啥拢也是做得到。所以会场对因的好处是，只要会场啊，因遮的man墙已经开动机培养的技术人员，一大纪律会互直接分派到其他工作，因免烦恼事业啦，甚至会使挖个遮有关的薪水来作为单薪资的筹码。
因甚至会当伫其他工场国旗中时，如果不激动啊！我只是我无欠，我这情绪无应该对着你的。有时我会当理解，多少。我烦恼的是，该袂每一座纹身当中拢有类似的现象存在，你只是一直无互接到，实际你啊想这爱嘛真有技术，爱嘛只是办公室斗争的一款啊。但如果真正是斗争，像我这个心灵讲恁济，有啥意义？况且听电位看起来足真实，我嘛真心期望你是一个好人。我到底有问我啥物？我想要财务这件代志，我只想要做，就是解决好大，永远安全啊！我不必跟业者的跟我无关的分清对，安尼也是我想这资讯对即摆你来讲，我受济啊，虽然甲你讲这，你也毋知安怎反应嘛，足正常。如果你真正落选落处台选纸，我希望你会通理解这个代志。如果你两组拢落厝啊，我当然嘛希望你会当来咱遮甲咱斗相共，共着接下来将个明年期待改变。无论如何，咱拢需要新个人手，会当信赖个人手。多谢你，想我啥物？多谢你甲我讲这啊，对我来讲这是应该啊。虽然我无认为你家己真正足了解，这几工我拢有咧观察你。尤其是签约的时阵，好比是讲，你毋是一个足乐意做人的人，而且讲，通常比起他人，你会比较在意家己的处境，你足坦诚，确实如此。我毋是想要批评你，我只是想要指出你是一个如实的人。虽然我一直将帮助别人挂伫嘴边，我可无认为空有理念甲口号就通改变啥物。我需要有人会当有实个处理代志，而我相信你有安尼的能力做代志。我只要需要你协助，我拢希望家己周围有愈侪认可家己的人愈好。也真是突然就讲起足认真严肃个问题。哦，哇！袂记出钱个，听我一条。迄几台拢是万将地球个救无人机哦。像我总公司平飞起来，是因啥物代志？啊，时间嘛无早，我该转去。对啊，实际，今日嘛爱拍卡哦，莫袂记啊。为啥物今日嘛爱？因为你操作组的现在行程是临时叫停的嘛。安尼流程嘛无算走了，所以会记你电脑手动拍卡。了解，也是你在做的，有几个有淡薄生气的人真正的，我也是个吹风，我呢，也是好是这代志，从事做经理的代志，你只地位讲一下，唔知方面即摆安怎，也差不多该了我，即摆的话，伊咱也来得去约会，无即摆安尼，大家嘛无适合结婚啊，我甲我做生活已经过了很久啊，是毋是嘛无伊继续过日子嘛？是一直都是安尼，决定登记吧。这是啥物 ？PVT 13？等，有当时，好。料理包开始。哎呦，你等下我这，你别夸张，我等会。啊？
我还没那起哦，拍着。红，太好了，红魔术伊无，我的头壳，神仙，医生要进行手术了，我需要请伊离开手术。是，虽然丁小姐已经脱离险境，但伊的意识还无恢复，医生也需要进行一个检查甲手术。先生，拜托你。苏多林，我来准备动手术了，物件传到无？请问你是道医生？你无看记录？我开始啊，已经准备物件，但是了这个先生，请离开，但是我知影你会烦恼这位小姐的情绪，但是只要你还伫病房内底，我就袂当动刀。我想你嘛袂使拖延，你嘛无想要拖延这小姐的手术时间长。我靠，有一条椅啊，你会当先坐伫啊，小等。我无想要离开放心无比，但都安尼遮尔只嘛是办法，还是先甲我靠上。我感觉这已经怪怪。我袂当讲。这人敢有一个伏笔呢？这人怪怪哦，这人愈看愈怪哦。可以一个人行入面就消息啊？啥事？哈？增肌酸。我敢是在你。无爱我袂知，怪怪这样怪怪。所以开始就说了，我的苦。这个啊，会哦，要拍还是喏？就另外讲话，曾经请问你的名字是？请讲你现在，请你先配合我好无？你甲听讲小姐关系啥？而且你摕电话啊，这个人到底是要安怎？你想要解释这款啥情况无？好啦，有点结束啊，我你较认真诶，大家讲爱不清楚，你可莫拍一顿出来，问问就较清楚啊。所以老是有干呢，动作较紧啊，最紧就结束。
哦，是你哦，事情啊，你这啊，对拢真济啦，你身体应该会无？拄则就是歹势，到底怎做回事？我拄则其实咱早一寡讲组织迄群人，找我笑诶咯吼。我知影你即摆伤济问题，但我无现场解释。二三啊，你切！无惊害你现浪费啊！先讲我甲良心拢是受指示诶。你好，我是23，你叫23。你好，第23季，创啥你做啥物面？喂，你还袂介意说明情况哦？拍一个头啊！我靠，无想负责即种麻烦事啊！安尼就等老大来去讲。这是老大，这毋是我，嘛毋是我，到底讲啥物？也差不多该。你老大，可能我回来啊，已经处理好，我通知清道夫，处理，了解，请破解，没问题。迄位市民呢？查某，听小姐，伊无问题已经发现了，明仔载应该就会当恢复意识，就好，就是咧讲谎话。到底你好，大师姐，我是苏多利属原北市前所未安特勤组夜间总队的队伍。原北啥物？咱单位的人称是啊，这是迄个叫啥物啊？暗光教迄个名，我毋知影。你无需要是记完整的名，那是你称哦。我还以为暗光教就是你个名伊的。哇，好辛苦哦！23专心一个，用心安静。准备，歹势，大师姐先生，我知影你即摆非常困倦，请令我快速进行说明。咱是原北市脚下的调查单位哦。专门负责一般警政单位无方便以台面上处理的案，以万强集团正是咱当前的调查对象。这违反你甲你的经济我已经意外建立了一起调查。尤其东方小姐因为失业清亲就亲了，已经遭到万强集团的追杀，除了当中，啥物伊哪会假？亲像伊用的规模的企业雇用乌道做垃圾代志并无少见，而你甲丁小姐目前正互伊定性，我真歹势。我甲安怎？一大埔甲恁视作目标的乌帮无办法解决这个代志，咱必须将伊就顶头的主使者救出，这一切才会停止的，而且进前。咱将会尽力保护好两位平方小姐，目前已经互咱为病医为转至安全地点。失去你的迄两位男性，正是受万强所托，企图加害平方小姐的乌社会分子。安怎已经处理好啥物事？为了帮助你尽快了解眼下的情况，咱赶紧进入正题吧。我相信你是在编号矿山运算工程的厂区矿山运算工程的厂区经理叶依华。实在就我主管领了，叶依华是咱伫万强内部的线人，为几个月前开始伊就秘密调查工程内部的问题，所以叶依华是受这个人指示才调查万强。咱想要请叶依华调查的内容是万强内部数据，而非技术机密。咱讲的拢是对的，硬件内底真正无技术资料。阮之所以需要这个数据，是为了证明一个猜想，众所周知，万强集团旗下的运算事业既有领导地位，因近期的财务表现嘛是愈攀升悬。
为各种公开数据来看，认袂出的算力，阮哥以因所能提供的。哦，那个是无啥对劲，无错。最后咱总结出一个推论。哦，因按住调高了智脑的功用，无错，伊的炮弹足敏锐，看会出来伊种爱以外零下这种技能，而且伊目前会当看到数据来判断，因条管的程度已经远超安全值啊。所以有影呢，无错，这代表所有正咧进行算力攻击的人，拢咧承受过高的功率，如果情况持续落，这个人拢将失去大脑机能的使用，这受限啦，无错。所以咱抓出这个本事，互伊付出代价，安尼，伊拄则眼神死了一个，伊采取如何行动进行。咱必须先确定这个推论是正确，绝对是正确。重新讲过来，我了解这个人，战略属真一赞啊！我知影遐负责管理地窖的操作组有偌无在乎人命，无是你无说这遐啊？因之中多数拢是足在意算的，可惜够啊！无论操作组的成员是这上如何，咱拢需要证据才会当认同。为到这个，既然也异化的任务已经被终止，咱即马需要安插另外一个内部的任务，应该袂想要找我。当然啊，也异化即马在倒，伊较早离开湾北市啊，目前才互我咱保护中啊，真正爱感谢你。哦，但我家己就搞出去啊，无错。不过你拖延了陈小姐甲硬件搞出去的时间，如果无你，伊已经互逮捕啊。即摆我想邀请你接下叶以华的位，留下的位，继续担任咱伫肃静的男人。你拄则所听到。这起事件影响到的因素非常多啊，咱必须尽快解决整个事件。即摆已经无时间搁找信得过的男人啊！既然你已经互逼设立，伊就是上佳的人选。方袂用啊，方绝对袂用搁甲即件代志要做伙啊！只要你我也袂当相信你哦，会当理解。我想表达清楚，你完全会咱家己做决定。如果你无法相信咱，先相信咱，嘛也决定无协助调查，咱也是会持续保护你。如何？你愿意甲咱斗相共？这下也依法进行的任务嘛？我只在乎风的行为啊，这个人虽然无情绪歹人，但做伊的内容显然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亲像个你吼，即摆都互逼离开原北，人身安全也是够唔强。我袂当搁互家己甲风涉入近亲啊，安尼就好。咱只要等这个人甲事情处理了，迄另我不定，咱点讲。可是看了这也迄个无需要慢慢倒时这个东西，先看。我需要一寡时间才会当甲伊导演出来。林小姐伫现场进前做了袂少有用措施哦，以确保制度上拢有互两个机翕落来，刻意互家己的行踪保持连续，互伊甲几个人问路，互这个人对伊留下印象。这个人事后拢通成为无记证。简单来讲，伊确保了家己最后的行踪记录非常清晰哦。只要伊出了任何状况，满腔拢抹不掉。事实上，满腔即摆嘛互调查中，最后嘛只系互压落去。然后拄则提到，伊带了一个转式记录器，这物件通记录就业环境。后尾这厉害，会当还原林小姐有来的过程。老实讲，至少有
我民众会买一种物件自保，那像后前提到的预防措施，林小姐是一个足特别机警的、谨慎的人。是啊，伊理都是安尼，就是讲，我足欣赏安尼的做事方式。好啦，爸。哦，这是风，还有顶摆伫大岭寄过即份纸，够啊。因记你即摆反应，我几乎会当确定我的推论。我毋敢相信你嘛讲啊，这拢只是你的推论，只要花一寡时间沟通，你就会当理解。你够了吧？各位学袂讲。我即摆甲你讲，你有啥物选择？我手上即份资料虽然袂当直接证明你提悬了几啊座运算工程的攻略，危害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安全，但是绝对会引起关注。就算恁控制媒体、控制竞争系统也无用，你的竞争对手会放过这个重伤恁的好机会，使用机位甚至是万心，会影响咱科普阿姨恁。即摆就停止高公路的算来攻击，毋管你要排除啥物款的理由，讲是操作性还是机械各种拢凊彩，你爱得票、责任、撇清关系，我拢无在乎，我拢不在乎。即摆救人要救，即个派人确保各个工程的人员受害情况，然后提供因需要的医疗救助。那么我饲到一个结，当然就会即刻寄互我伫媒体界也有使用甲万心的朋友，因遮困难，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弥补，尽全力弥补，若无，你伫讲你，啥物？为拄则到即摆，你讲了足侪届的你敢若只逼一想要甲咱做切割，就算我为恁工课，就算我为恁工课我，情况我足为难。你遮咧阻止一件你一直想要达成的代志，你到底咧讲啥物？我一直强调是讲即件代志。你后悔也顶风，咱确实稳做了足侪代志，不过真相甲你想的差异十分巨大。只是你即摆袂当互我任何证据证明即点，但是你知影即种讲法非常难以使人相信的，非常难以使人相信的。哦，我知影，看来无啥物好谈的，我即摆就死掉。然后为着做责任，我会即刻甲遮个档案工作移种，真诶啊，实在真遗憾啊！是啊，真遗憾，再会。等下，事到如今你也想，我实在无想要安尼做，该处理掉啊！另外会议是开清的，你笑，房间上这是假音的，或者是你叫我处理掉伊的，敢毋是？对你微笑冰流的大脑来讲，处理甲公开处决是相像的处理。知，这无算是非常公开吧？够啊！我之所以让你存在，就是因为你答应我加调行动，是话你甲我讲，算哪门的加调？哦，对啊，我之所以伫遮，是因为你想要裁掉所有造成你麻烦的人，敢毋是？讲你无错，你上好记住哦，这点嘛适用伫你身躯顶。好，所以你按怎处理一段乱？哇！我记住，靠腰，你大厉害！我就到遮冲击互记录器停止运作。后来出现的迄个人是使用了某种温馨装置，把导演切掉啊，是啊。我要杀掉迄两个人，绝对！你个死多人吧，是，我要加你，你拄着，我无在乎，我要救出这个人，免付出代价。
零我知影，我了解，我会甲你纳入调查计划中，稳定。第三，下位叶宜华出地的档案发现啥物吗？第二，资料收集落。我拢有问这位天王小姐，哪会现紧就通为一堆资料内底推导出甲咱相同的规律？伊伫咧怀疑，就算是安尼，爱为一堆粪扫中找到即间破团的资料，拢足开时间。总之，我明仔载才会当甲你讲结果。安尼就明仔载该行动嘛？啥物为啥不现在去掠条延信号迄个分论？啥物？就是记落去来内容就通证明满腔企图杀人啊！无，只能证明延信号企图杀人。迄个安怎？咱应该即马就去放开延信号的家门，甲伊抓出来，然后交掠中龙星，来目标是拯救遐从高功率气恼的人，毋是逮捕延信号一个人。但是放恁迄种粪扫，安尼处理掉伊的，是怎啊？有法无？即晚林小姐甲大先生两位已经拢互咱保护起来，如无即口危险的情况下，咱应该顶出去，一概将规个代志解决。确实，如果即马是安全，但你简单会当一概甲对方解决是个行动。第三，你家良心还未食物件吧？哇，你会地跳真紧，伊饲了23时间。好啦，我还未食安怎？你带良心去食一寡物件，我有一寡代志想要甲大细谈，可以啊，给我良心。哦，我直接等我一下。哦，但是我有一寡代志要处理。斯多林可以留我一个啦，前个代志爱骗几个人讲。好啦，就这，我即摆要讲的代志可能就歹理解，但我认为你必须知影。好，对我来吧，咱换一个所在讲。这位人，这是阮兜对面靠腰啦。今仔代志发生了后，咱即个决定转移中心地点，好保护你。遮你对面的房客拄搬走，所以咱着暂时进驻。啥物？你哪会通开阮兜的门？我介意遮，足温馨。你哪会通开阮兜的门啊？你啥嘛我处理的？这算是回答我的问题。情况小姐这伫房内休困，应该明仔载透早就会进行采用机。我想要去看伊，等下我讲伊代志不全面。我着长话短讲啊，大事者，并是一般人。根据我身上的检测是判断，伊是一种位置出世就互伊实力改造装置改造人。啥物？也伊自细汉就加减有注意到，伊的肉体强度同能力反应速度拢特别优异。这拢是肉体改造赋予，同时这种改造嘛可能使你将来有控制。哦，改造控制到底有名字？你敢知影是谁对我做了这种代志？用古怪还是看了为虾米？你敢无对这件代志敢足意外？因为我本来就知影。有啥你知影？我讲的啥物？我进前我也互控制去，这种代志确实发生过。为了避免你伫任务中嘛袂突然控制，我爱进行一项预防措施。OK， 哦哟！啊？你记忆好无？你创啥无要我做一个心理准备？
一般人知影要庆忌，拢会害是相片片，安尼会造成危险的，所以我这直接开庆，一般你就开。要是小孩子话就袂使。我晓得你体内庆忌会当阻断他人对你的控制，但会互你身体短暂麻痹。不过你恢复的速度要强。你有啥物无爽快？我感觉正常。我应该无爽快，大部分人拢会经历持续足久的晕眩。不过你敢若会当跳过这个痛苦的过程，这是好代志，你会当听听。诚好，咱咧该做的预防结束啊，该互你好好小休困。现在咱的制定这项计划准备好了后，就来通知你。等下你还无讲为啥我会互改做？我之所以无主动讲，就是因为这毋是我会当限制分享的情况。不过你也是有犯知影部分。首先，你身上的改造并不是来自咱对你当前与某位定位的调查下，咱得知了一个秘密结社的存在。因的目的，伊的名称目的成员定身性，直至目前拢仍是未知啊。另一个是，因伫数年前就开始对数量众多的幼鱼进行改造，而你就是其中之一。你是啥物时阵发现我是安尼啦？所以我这次就是我安尼，伫面无可能讲。以上就是我现在当开讲的内容，如何安尼你会当接受？所以为啥要做这个代志？伊面无可能讲，这样对你来讲，这件代志自头到尾拢是冲击。但这就是你即摆现实，你也是已经无。那么安怎？那么你会开始失去方面，然后才我相信这个事情。蛮难的，大世界，蛮难。即摆到底是安怎回事？伊毋是咧讲个可惜过，对吧？关于你特殊体质这件代志，咱并无甲良心讲，所以请你向伊保密。所以是才先甲伊指开甲讲，那我知影，像你安尼啊好用，你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我该相信我有其他选择。风，伊困甲足平稳，这个查某应该无往白出，太好，我应该阻止伊，我记不应该。好呀，可惜。嗨，我介意三姊伫楼骹一个伫插电点了一寡物件，是讲你敢会想要做伙来？毕竟接下来嘛，做伙运动哪会当来讲实在是。如果先要过的是，你先要过节目，我无希望，嫌麻烦了。你想要食一款物件嘛？我不都觉得好了。那个吧，好像是这遐兄弟，靠腰即摆可以食物件，我伫厝内食就好，我去外口。行吧。伫遮好。
哦。差另外一边，咱出来都来惊死。为什么会这边？够奇怪。来，过来。你到底在做啥？哦，是讲过啊吗？无你莫互风水到伤害。你一开始为啥毋阻止风？你知我无可能说互风放手的。你是我知影，就算我去讲，风嘛袂接受的。风就是安尼，伊就是想家己杀到危险的所在开始。我只是想要甲伊倒去安稳的度过日子。为啥伊总是？为啥伊总是算你去再好别人？但伊就是安尼的人，我只是一个自私，佮对一切漠不关心的人。我只想要互风幸福，但伊却想要互全世界拢幸福。你有无想过伊为虾米安尼选择？我是无去，我真正无说真样。也伊伫天上亲受着某一种责任感，为啥安尼讲？感觉家己有能力斗相共别人就大家去做，我大概一世人拢袂当理解你的想法。我甲你讨论今仔日发生的代志。关于中农性甲迄两个神秘的查某人，因讲家己是政府的地步，这讲实在互人足难积极接受的。所以你敢无相信遐个人？实际上，毋知为虾米我也无是愿意信任伊。你感觉呢？这个人信会过无？应该可以相信伊个，起码即摆会使。怎么讲？因价你是机会伤害人，但因无，嘛无代表因之后袂啊，嘛可能只是想要利用咱，但是啥物目的？我家己是对苏州人有股无平的信任感。然后一个重点是，伊知影我的代志，而且讲咱两个代志。该做控制之纪律，伊开始讲出关咱身上发生的代志。
但是拍伫咱身躯顶的物件无作用，无错我才想提这点。但是我感觉迄物件有作用。我有一个瞬间感觉你消失啊，但足紧佮转来，感觉是安尼一回事。伊是大概是迄鬼影，因为鬼啊，鬼影，我是指那个突然出的物件，我唔知影你讲啥，我应该知影。我怀疑伊就是迄个甲我藏伫你身体内底啦，伊是讲你早摕过迄个物件，所以伊也咧看着咱，伊希望你继续踮伫我身躯内底。我感觉就有可能。那伊就是咱一切问题的根源。总之，咱上好试着找找伊到底是啥物，虽然迄阶段嘛无啥物会当对早就是。看来咱问题在身体内也无解决，我今日就能解读为了控制权。我伫工程正确控制后，就到皇帝的名义，拄则嘛也家己答应答应了后，会甲师傅因合作。我认为甲情绪起伏有关系，当我情绪激动到一定的一个程度的时阵，你的控制力就会减弱了。今仔的情况，我是甲风有关的时阵，我切。总之，我无认为这是会当于我主动抒发的情况。你平常是啥物感觉？充满杂讯，然后一片痴乌，只能看你。你过去有拄过类似的情况？我无算，我毋知算讲算类似。也是伫情绪激动的情况下是去控制，是啊。总之，就算我为了控制我身体记啊，但是你也无法真正离开我身体只会变成某一种尴尬的、危扰的状态。我真正是相信，如果咱甲师徒合作，咱会通紧解决这件代志。希望如此，这是人太突然，时时出现较好的代志，最后要出现了这个人。即我的心里较怀疑，讲一间仪器也好吧。老实讲，即摆我并毋知影家己该做啥物。应激形式反射来令我应对对，但目前嘛并无选择啦，只能甲因合作，然后建基形式，无问题。将事即将无改变，只要能保护好风景，我就这点满意的意外代志。伊今仔应该出袂意，有必要家己承担风险。伊强行甲咱舞入去一步烂事哦，并无代替咱为冒险。其实有问我来听伊讲嘛，若有问风，才会使寄一份满腔气拢。我想要流水东南话，然后你家想看啊，伫迄种情景下，有啥会选择无听伊讲？咱已经知影，但是甲风有关系啊。如果咱关心风的话，是会听伊非讲不可嘛？伊安尼问，只是为着要转嫁这个尔，表现伫一副好形好相，家己决定想要片面牵连到无过的，但伊早就安尼做啊。你个是这个，但因为也异化不灵啊，以及在乎家己有票，想要做某一件代志，某一件家己根本做袂到的代志，结果牵连了别人，就是安尼。不管伊动机偌正面，伊终究伤害了无可能受害。我实在无办法认可这种无负责任的举动，今摆摕伊总是一副高高在上家己咧做，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情的喙面，如果是风的话，就绝对绝袂甲无怪的人讲啊。对啊，了关于我伫工地的工作机会啊，我即摆嘛毋知影家己也受伫遐工作啊。在事情结束前，你就先保持低调嘛。伫配合因调查行动的前提下，卖了事情代志就好解释。我会当理解是我不该参与另外一种。你讲的是操作组甲台选组的情况，无
无错，理应之间相对稳定，开气万丈的一做工程这个代志，离咱实在是遥远。虽然地位伫顶头讲的遐话就有道理，但迄拢甲我无关的，我是安尼想，只希望恁远离因之间的斗争，最好莫甲代志复杂化，敢会使？我捌啦，就这样，那几个对，也有关于操作组发生的代志，哪一件代志？我指的是死鼻口种的代志。我只是想感谢你替我做了艰难的决定，我嘛毋知你现场会安怎做，无人知影结果会是安怎，但你就是爱伫迄个当下判断。感谢你帮我承担了这个代志，一寡话也许嘛袂有遐迄个有感，我要真心啊，拜托啊，接下来我来靠你。是袂歹啦，但是我感觉我安尼算真正就对。啊，风扇哦，这假啦。来，你看下。靠腰啊！这人创啥？好啦，先到这，拜。靠。就忝的其实，尽量减少一个物件，我真的。竟然是这，真假？好啦，今个礼拜。